沈玉清，你一个哑巴树，也配和我有几分相似？今夜是我和裴寂的洞房夜，让你承欢是抬举你，还敢委屈？摄政王到！过会儿给我演得像一点。裴寂是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摄政王，连累了我们国公府。我让你和你风娘死无葬身之地！王妃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给本王扶逍遥伞！本王最恨被人算计。我只是想和王爷有个终身难忘的洞房夜。若我尚是完璧之身，哪轮得着你这个哑巴树？姐姐，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替你圆房，就放我和小娘离开。跟我闹绝世，和你娘一样，都上不得台面，只会勾引男人。来人！跪下！今日姐姐教你牢记，什么叫披服汉书，不自量力。这才怪嘛！再有下次，穿透的就是他的咽喉。娘，儿错。我以为只要我们装疯装哑，你乖乖听话，他就能放我们走。娘，晴儿，娘，晴儿，手。花满。晴儿，
不像往常一样让你干活，原来是想借腹生子。那天我在撒扫地界院子的时候，看到了调理小产的药厂，居然是他自己落胎伤了根基。娘，等这个孩子生下来，他定会让我命狗。晴儿，分娩之时，便是我们逃离的唯一机会。羊水破了，要生了。你在这守着，我去找稳婆。是。睡醒，不能睡，不能睡，不能睡。还是咱们青妹姑娘有手段，一向自诩风流镇里急先锋的镇南王也为您倾倒。哎，停！
为何要跟我习魅惑之术？我想像姑娘一样，将那些权贵大员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哼，莫不是看上了哪家高官？摄政王裴寂倒是有趣，那可是连我都拿不下的男人。我有一点胜过姑娘，胜过我？我无半分退路。这是烫的，文小娘给我调制了药膏，平日看不见，一旦身体发热，便会腹泻。那也就是说，情欲发生之时也会腹泻。我会教你控情。沈一静，多谢师父收留。曼陀罗又名西颜，你要记住，从今以后，世上再无国公之女沈玉清。只有媚香楼继子西颜。我会助你讨回公道。青梅，青梅姑娘，是梅姑娘，青梅姑娘，青梅姑娘来了！哎呀，就是这样的。不愧是青妹的徒弟，因而不俗啊！要不说，这伙花魁非他莫属。对呀。师父，听闻摄政王平叛回朝，百官朝贺，
湖州刺史请了媚香楼花魁献艺，师傅，可否陪您一同前往？刺史要的是花魁，去的自然也只能是花魁。还是说，你想取代我？你还没有准备好，师傅，我已经准备了3年。青梅姑娘，教年已经准备好了。青梅姑娘，青梅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！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！我现在就去报官。报官可以，只是妈妈。刺史大人那边，您要如何交代？我知妈妈最讲情理，但行事比人强。青妹已经毁容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媚香楼的花魁。这赴宴之人，也只能是我。最何患无辞？你滥杀朝廷重臣，天理不！一品到4品都快屠戮殆尽了。宣湖州刺史觐见。贺礼呈上。万小心！慌什么？退下！是。你当真以为能行刺得了本王？王爷，全是妻子自己所为啊！下官全然不知啊！王爷饶命啊！你再年老昏聩，
也不至于雇一个半点武艺都不通的弱智女流。王爷看似睿智，实则蠢笨。什么？西颜受刺史大人所托，为王爷献艺，可王爷好似心意已决，无论哪种贺礼，都会成为大人们的催命符。既然都是死，倒不如以命相搏，保雇主一命。虽是愚中的可笑，却也比饱读圣贤的贼子强。本王为国拼死，尔等在背后贪污作梗，不及区区一个青楼妓子有风骨。滚吧，这老儿生死与你无干。王爷夸了些，看似对西颜满意，可又没放过刺史。西颜不懂，王爷到底对奴家是满意还是不满意？哼！敢刺杀本王，项上人头还在的，你是第一个。奴家献艺，未能让人达成心愿，王爷也是第一个。这话倒像是本王没见识了。王爷可敢与奴家赌一把？赌湖州刺史和你的命。奴家遵命。不要啊，王爷，老朽不想死啊！听闻王爷剑法神准，100丈之外能将敌帅一剑封喉，大败北境。此扇有4只玉珠，若奴家一取5璧，王爷能将玉珠全数射落，便是王爷赢。倘若未能，便放了此事，可否？奏乐。王爷承让。
慢着。王爷莫不是想反悔？本王伤了你，岂能不负责？王爷，他们如何处置？杀鸡儆猴足矣，都杀了。谁给我裴家治理天下？王爷宽仁。谢摄政王不杀之恩。下面的官员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，一个继子也敢献给王爷。王爷位高权重，想巴结他的人，自是竭尽所能。王爷心里只有王妃，那么多姬妾，没人能在王府撑过3个月。唉，可怜了那些妹妹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摄政王府的富贵，他们无福消受。西安无碍，该回媚香楼。他日有机会再给王爷献。你处心积虑的接近本王，如今又不想留在本王身边。这世间哪个女子不肖想王爷？可是，那也得有命相拥才行。本王看你不像怕死之人。王爷府上连个侧妃都没。王爷的姬妾，要么香消玉殒，要么人间蒸发。王爷想让西安留在府上，可会护着西安呢？你若没别的心思，自是能哄。若是有其他的顾虑，不如在此小住几日。伤愈之后，再定去。王爷这般贴心，倒是让奴家有些动心了。这便是今日来献舞的姑娘吧？姑娘果然好颜色。你是姐姐，你能说话？夕颜见过王妃姐姐。王妃认识夕颜。夕颜妹妹像极了家中早逝的庶妹，一时思念。姐姐这般模样，不像是怀念，倒像是恐惧。乍见已故之人还生，臣妾礼数不周，让妹妹见笑了。王爷勿怪。王妃一向温婉得体，这几日好生照顾夕颜。
沈玉清，别装了。姐姐这般神态，倒让夕颜好奇，你那庶妹因何而死，能让你这般期待？你是他也好，不是也罢，都和他一样，只配为奴为婢。别妄想提一副汗术。姐姐这般模样，像极了我们媚香楼里那炸毛的波斯猫。夕颜不过是小住几日，姐姐就这般惶恐，是怕你的荣华、你的专宠、你的权势，都将被我夺走吗？雀奴，带他去偏殿，好生伺候。王妃放心，奴婢定会好好招待。进去吧你。沈玉清，往日在国公府最常住的地方就是养雀院。这偏院呀，是王府最像养雀院的地方，你可熟悉？想不起来啊？那我就帮你再回忆回忆。雀奴，我可不是那些文弱小姐，由着你个丫鬟欺凌。今天我就给你立立规矩。你个家妓，你敢去我了？我今天先告诉你，该怎么跟我说话。回去跟你主子汇报吧。别着急，账我会一个个算。善后之事已处置妥当，这群佞臣为了置王爷于死地，不惜勾结外敌，致使我军伤亡惨重。只是太后授意散播王爷的残暴，王爷的名声愈加不堪了。虚名与我何用？我只要他们怕我。您对夕颜供养无益，却又将他留在府中，是因为他不怕你吗？先生从哪里看出我对他无益？只怕整个京城已经传遍，我对他是宠爱之极。王爷爱一人，不会将他当作靶子，立于人前。本王后院的女人，都被沈元锦处理掉了。大婚之夜找人替税，借腹生子，是时候压制一下王妃和国公府了。属下素闻媚香楼的花魁是青媚，这夕颜姑娘倒是头回听说。她看似娇弱，实则颇有心计。王爷可莫要落入她的温柔乡了。王妃，夕颜肯定不是沈玉清，对养雀院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沈玉清连奴才的眼睛都不敢看，奴才一抬手，他就得求饶。3年了，人是会变的，怎么可能3言2语就试探出来？若是有什么法子，能让他直接吐真言就好了。按你说的去做。不管他是不是沈玉清，我都不想再看到他那张脸。
跟你们拼了！不要动我小娘，不要，小娘！没人能逃过我家乡的噬心香，你果然就是沈玉清。沈玉清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赵二已经送上山越狱，臣妾想接他回来。慈母多败儿，以后昭儿交由我亲自管教。天寒了，不如搬去臣妾那儿，臣妾伺候王爷入寝，早朝也能方便些。爱妃不必如此辛苦。国公府离不了王爷，王爷也离不了国公府。王爷与臣妾此生都要锁在一起，难得糊涂，皆大欢喜，岂不更好？现下就很好。偏远的禽兽，见人就是矫情，发个疯还这般不安生。这情深。今夜你不死在雀奴手上，也要死在裴寂手里。王爷，你如何得知此曲？此曲是奴家和宫里出来的乐师所学，不知会冲撞了王爷，今后再也不弹了。弹完。这是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裴寂的信息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比了解自己更了解你。裴寂，这是你母妃惨死冷宫后，你为哀悼她所作之曲。你可知我为了今日，费了怎样的心力？王爷，此处太过偏僻，本王带你去别处。夕颜只是在王府养伤的继子，明日便回媚上楼，不劳烦王爷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侍妾，搬去书房侧院。
别碰我小娘！别碰我小娘！别碰我小娘！沈玉清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你没杀母夺子之仇未报，我沈玉清怎么敢死？怎么，还想去给沈远景报信啊？哼，你没机会了。明天仵作来勘验现场，只会发现你闯进我的卧室偷东西，然后不慎被火烧死。冤吗？我和我小娘当年比你还冤，你也没放过我们。姐姐，好戏开始了。你心心念念的摄政会成为我罪孽之人，为我所用，为我复仇，向你讨命。王妃，不好了！王爷抱着那个继子进了书房，还生他做了事情。雀奴呢？夕颜多谢王爷给妾身名分。你处心积虑的了解我，靠近我，不就是为了勾引本王？那夕颜的目的要达到了。本王倒是要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本事。是你？难道他认出我？王爷这是宠幸过多少女人，还是把妾身当成了神？没有怀疑，不是的。启禀王爷，偏院走水，巨奴烧死在里面了。血奴在我王府3年平安无事，只跟了你1日就丢了性命。看来你的目的不仅是本王。
妾身今晚一直都在王爷的怀中。若今晚烧死的是妾身，王爷可会怜惜，为妾身讨个说法？王爷，王妃请您速去定夺。此等后院事务，王妃自行处置。姐姐还在等王爷，王爷快去吧。你敢本王走？今夜已无兴致，明日还要给姐姐奉妾侍茶。若王爷真心怜惜，就还是快去吧。此女倒是有趣，且等等看，她究竟意欲何为？一个个都送下去，为您陪葬。姐姐万福。昨夜妹妹送了我一场大火，今日姐姐也还你一份小礼。叶侍妾身份高贵，想见一面真是不易。青梅，王府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念在师徒一场，我不想把事做尽。快回你的媚香楼去。这么着急赶人，是怕他说出你极力隐瞒之事吗？沈玉清。青妹，熙然到底是何出身？禀王妃，此恩将仇报之徒，就是河西叶家之女叶希影。他祖父曾任知州，后遭逢流民兵变，流寇屠城，全家被杀。他被掳走后，不知道被多少人糟践过。
这种人怎配给摄政王做妾？青妹，你若有半句虚言，摄政王府死个继子，可不算什么事儿。王妃不是答应过我，只要我揭出此女身份，便能除掉她？都是女子，这点贞洁就能证明孰轻孰恶？若王爷如同凡夫俗子一般，又怎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抱入王府？王妃自己没能耐拴住我，就拿我的身份做文章，真是可笑、可悲、可怜。你敢耍我！既然王妃不信守承诺，那我便自己了结。我死里逃生，以为除了虎穴，怎料又入狼窝。这3年名为栽培，实则虐待。我稍作不对，就竹条抽我，绳子捆我，花刺扎我。这些我都一一记着。别把青楼的阿扎戏码搬进王府，给我狠狠打这闹事的继子！是。多谢王妃姐姐，惩治这种人，就得大张旗鼓的才好，好让王爷知道，姐姐在为我主持公道。听点小事儿，何须惊动王爷？将青妹赶出王府！青妹姑娘，叫女儿已经备好了。师父，裴姬减少涉野，错过这次，不知何时才能再有机会。你要复仇，就要让自己像曼陀罗一样多。不可以，师父，不可以！我若不混入，就无法从那些权贵们蝇营狗苟的肮脏博弈中脱身。师父早就已经倦了。既然师父成全你，你也成全师父。徒儿，这是师父最后一次罢了。师父，徒儿无法送您出境，望您前路安好，余生此意。沈渊景，现在把我当成真正的对手了吗？用你的权势倚仗来对付我，让我走心，送你入无间地狱。王爷这把美人剑果真锋利，王妃接连2次下马威，不仅没让他伤到，还被他气得砸了一屋的陈设。派去河西的人回来了吗？叶氏全族死于战火，无从考证。没有疑点，就是最大的疑点。王爷还要用他吗？
一个来历不明的孤女，若对本王不利，杀了便是。姐姐找我何事？群卧宴在即，本宫事务繁多，无暇照拂妹妹。姐姐多虑了，只要王爷待我好，便够了。总归不好。表妹近日来府小住，那就让她替我陪你几日吧。世上竟有如此肖像之人。不，青儿可没你这般玲珑精巧。戏言就只是戏，一个两个的都把我当成那个什么情。声音也这般动听，金姐姐，你这是从哪儿寻来的可人儿啊？就算你不是沈玉清又如何？只要你们长着一样的脸，就该像他一样让我蹂躏。等林继福把你烫出满身伤疤，把你陈木风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争？届时你的恐惧会成为他们拿捏你的手段，是被恐惧逼疯、逼死，还是化恐惧为反击之力？自己选。林继福，你终于来了。继福，你不作画了？哎呀，我烫着了，烫出花衣了吗？让我看看。夕颜姑娘肌肤采雪，花颜一定更好看。廖小姐，不要这样。青儿的皮肤养断时，疤痕便会消失。
让我看看你的如何。再让你逃，抓住你了！